继续来到高雄，这个大街路顶昨出现着战车，有人看到真紧张，就忙来问讲，敢是发生啥物大代志咯？原来是国军长青17号的操演，21号就开始咯，前后7天，所以才有战车出现伫市区。 战车出现伫街路一台对一台，画面真罕见，气势十足。好乡亲赶紧来看，要有驾驶赶紧将车动来等战车过，就是为了要看这个画面。看到战车在这个公路上跑啊，感觉真震撼啊！高雄五福3路中山1路口有战车出现，也有民众在中华路上目击到战车出没。 就打开窗户啊，我已经看到倒数第2步了，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大声，它的速度没有很快。要游客去高雄佚佗，看到战车出现伫市区行一条，就忙咯，问讲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就是有时候会演练怎样，可是可能就是在市区车上看到会比较稀奇啊这样子。 战车出现伫高雄的市区，有真个乡亲真好奇，是安怎有这个画面？原来是2开始国军实施长青17号的操演，7天的实兵对抗赛，由北部的陆军机部269旅，甲南部海军陆战队99旅，为南北展开机动的作战，并且叫伫中部接战对抗。所以讲，咱乡亲才有这个机会，伫半路看到国军的部队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